合球係一項男女混合參與嘅運動，全港18區合球賽就有超過24支中小學合球隊參加啦，分別有小學組、初中以及高中組，另外仲有新星組，俾從未接觸過合球嘅小朋友參與，一齊去享受呢項運動啊！舉辦呢個賽事咧，其實係想俾多啲機會俾中小學嘅學生去參與呢個合球嘅活動。咁啊，透過佢哋即係同區裏面同唔同學校之間有比賽咧，等佢哋有得多啲機會去練習啦。咁呢個18區嘅合球比賽咧，目的都係幫我哋學生去栽培佢哋、鍛鍊佢哋，透過唔同競技，讓佢哋可以鍛鍊下自己嘅能力，亦都去觀摩人哋嘅優異嘅地方，從時提升自我。合球上下半場各打6分鐘，成功投籃呢就有1分啦。但由於呢唔可以運球，所以同隊友嘅配合呢好重要㗎。今次全港18區合球賽係第一次舉辦，小學組嘅杯賽決賽呢就由紅色衫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成為冠軍啦。至於初中組方面，就以單循環分組賽嘅成績決出冠軍。最後黑色衫有主場之利嘅中升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喺分組賽成績最好，得到第1名啊！高中組就有分組賽以及淘汰階段，決賽咧由中升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對住紫色衫嘅救恩書院。呢場冠軍戰呢打得相當激烈㗎，救恩書院一度落後1-3。不過下半場佢哋追翻上嚟啦，兩隊4-4平手，而最後幾十秒，救恩書院成功取得入波，結果以5-4險勝啊！贏咗比賽咧係好開心啦，同埋好感恩嘅，因為原本嘅天氣嗰個狀況都唔係好好啦，即係都天公造美，大家都好完美咁樣完成咗一場賽事啦，覺得係贏，大家都好專注喺呢場賽事，同埋就係最後大家個默契都做得好好。